了，臭流氓，放开我！抢人了！那个谁，帮我！站住！你怎么打人你？放我下来！殿下，殿下！轻点儿，懂不懂怜香惜玉啊？娘，这位官爷，你们怕是抓错人了，她才是那个女贼。是错了，这位才是光天化日抢小民女的贼。都给我闭嘴！错没错，自有关老爷来审。大人，把他们给我看好了。这不是银城那2位？这可是重犯啊！把他们关在一个房间，等待明日提审。是。是一个房间。现在才知道后悔啊！当今圣上的第6子，我们大唐的昭王殿下，你也敢动？关起来！谁？都看好了啊！皇子，喂！严彬，杜小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家主子呢？你们知道啊，主子被杜大人抓牢里了。什么？我现在得赶紧过去。爹，哎呀，仙儿，你去哪儿了？不是让你陪着昭王殿下体察银城风貌吗？李清流他……李清流伙同龙傲一在城南黑市伤了昭王殿下。龙傲一。哎呀，仙儿，你知道德妃现在在宫中的势力吗？此次昭王殿下来银城，你不借机好好和他相处，反而让他受伤，你说这要是朝廷怪罪下来，你我怎能担待得起？这下好了，全银城的人都知道我是皇子了，往后那些地方还怎么去啊？殿下恕罪，我看局面失控，就报了节度使。哎呀，赶紧走！杜大人有令，殿下身体有恙，还请稍事休息。哎，谁有病？刚才大夫不都看过了吗？本王好着呢。殿下恕罪，小的也是奉命行事。哼，你看看，好个杜长风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软禁本王！赶紧把他给我叫过来。是。哎呀。